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高雄市三明区一栋5楼的透天厝，昨早起将近7点火烧厝，消防局是出动40台车甲91个人拍火抢救，前后1点半钟，总算甲火来拍花。这个厝主是高雄心脏科的名医赖文德，伊甲伊的太太上大生伫3楼去互救出来，困伫4楼的查囝。 囝婿也阁有3个孙仔掉伫火场。消防队讲，因为每一个窗仔门拢是强化玻璃甲铁窗，加上因的大门阁是白铁的材质，这拢阻碍着救人的速度。一个卡瓦5个人互吹着的时阵，已经袂赴了，拢亡生了。火为4楼烧出来有够猛，愈烧愈猛，规4楼拢着火。 伫几公里外，拢会使看到乌烟。消防局出动40台车，加11个人到现场拍火。昨早要7点的时，高雄三明区这栋5楼的透天厝火烧厝，厝主是高雄心脏科名医赖文德，伊甲因某先锋救出来，躺只脚伫外口伫等，因为伊的查某囝囝婿阁有3个孙仔还掉伫内底。消防队员赶紧冲入去找人。 5个人陆续被找到，拢被赶出来。厝主的钱赶到位有够艰苦。这5个人分别是厝主40岁囝婿、38岁查某囝，还有2岁、4岁甲5岁孙仔。现场的消防指挥官表示讲，这摆抢救真困难。外面有铁窗，而且它的窗户是属于一个 强化的一个玻璃窗，所以短时间里面蓄积蛮高的温度，包括前面是铁门，所以我们费了一阵子破坏它的铁窗跟铁门。因为2年前捌着贼偷，厝主准咧到强化玻璃甲铁窗想要搁煞变成救人的障碍。为厝边提供监视器，外面会使看到这个玻璃或者乌烟无度排出去，一直到消防队员将窗门弄破去了后，破窗的时候那个烟都排出来。 乌烟瞬间就咧冲出来，伫火烧厝的同时，罗文德翁某伫3楼的侧房，互人救出来。因查某囝、因囝婿甲3个孙仔是伫4楼头前的房间，互人找到，不过拢已经无开啊。送到病院抢救嘛是无效，一场恶火夺走5个人的性命。